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芥菜中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都是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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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Amen。 感谢主，赞美主，你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都是要被应许的。主，感谢赞美你，因我们的敬拜，因我们的赞美，因为我们宣告，我们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神，所以我们要来称颂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的名，Amen。 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语说：以斯拉说，颂赞上主，伟大的上帝。所有民众都举起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跪下，脸伏在地上敬拜上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听了以斯拉宣读上帝的话，就扎了他们的心，然后他们就再一次回到这位伟大的上帝，就是尼希米所宣告的什么？至高的神，至大的神，大而可畏的，然后呢，守约施慈爱的。弟兄姐妹，按着你对他的认识，我们来颂赞他。他们看见，他们听见，他们感受到神在他们当中行奇妙的事，52天就把城墙盖起来。现在就是重建他们属灵生命复兴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这些百姓一样，我们可不可以用谦卑恭敬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颂赞赞美他？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口同声来祷告吧，开你的口来颂赞这位全能的、掌管万有的、使无变有的、没有难成事的神。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颂赞他，颂赞他伟大的全能。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你是能够掌管万有。主啊，你是没有难成的事，难得倒你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
至高的神，你是伟大的神，你是生命的神。主，我们颂赞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掌管我们的气息。主啊，我们要颂赞你，你是将美物百恩给你的子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天上的神，至高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让我们来颂赞你，因为你是允许一切让我们能够得着应许的神。主，你掌管万有，你是使无变有的，你是使那一些没有信心的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颂赞你。主啊，我们本是不配，我们本是悖逆的，但是因着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透过你的话重新让你的子民能够与你立约。主啊，因为他们悔改回转归向你，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悔改回转归向你。主啊，你就向我们来施恩，所以我们要颂赞你的慈爱，颂赞你的全能。我们要回转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来颂赞你，因为你是大而可畏，你是掌管万有，你也是赐下一切恩典的主。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耶稣的名 Amen。 是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软弱需要你都知道。我们要专心仰望你，让你来成就这一切。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他能体会你的需要，他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都已记在他册上。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就在你的身旁。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时直到永
挣脱着你，他要让你想长久生命，让他帮助你，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眼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步，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的保护是来自耶和华吗？我们相信这位求告他，他就要应允我们的神吗？当我们相信，我们要来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8章10节。现在大家回家预备宴席吧，把你们的食物和酒分给不够的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难过，因为上主赐给你们的快乐就是你们的力量。我们会遇到难处，会遇到挑战，甚至我们现在就在那一个很实际的难过里面。然而我们仍然要向我们的神献上感谢，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更知道我们的力量来源是这位主，这位耶和华。我们更知道我们盼望来源是这位主，这位耶和华。他应允我们的必不落空，他赏赐我们从他来的喜乐，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相信，我们就要来领受，我们就献上感恩。在我们还没有领受之前，在我们正在领受的时候，在我们已经得着的时候，我们都要来献上感恩，因为不是我们应得的，但是神却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这恩典。我们一起开口献上感谢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要面前往献上赞美，面前，或许我们的信心就像那芥菜种一样很小，甚至我们今天才刚刚经历了那个挫折，被拒绝，甚至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很自责。但是主，你却要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主，我们深深的知道，当我们来到面前祷告的时候，主，我们在向那黑暗宣告，那黑暗没有办法盖过主你的光，你的光要照进在黑暗里面。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宣告的时候，主啊，你说你是信实的，你以信实复庇我们，使我们的心就算只有芥菜种般的信心，仍然能够生根发芽，成长茁壮，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你。主，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在这里献上感恩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足够了，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够强壮了，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位供应一切，有这位保护我们，有这位凭公义来审判的神。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此我们要来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你永远掌权，我们知道我们单单来依靠你，我们就要来经历那让我们感恩的事情，因为唯有你是公义的，唯有你是守约施慈爱，唯有你是那大而可畏的上帝。我们单单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我们即将要经历的恩典，为我们正在经历的恩典，为我们这个礼拜数算过
过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一次敬拜，每一次祷告，我们就再次的想起，所以我们的心就被主你的话语来饱足。主，我们的心就被主的话语来扶持，我们的心就被主你的话语来激励，因为我们知道是你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哎呀，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要唯独依靠你。主啊，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谢谢你。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又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要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我家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守护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守护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无瑕疵的爱来到破碎的我面前，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
么不更加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人，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说唯独倚靠你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主用宝血换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牺牲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再用人的眼光、自己的定义、过去的成功和失败来定义我们自己。然而当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都是再一次需要赦免的时刻，再一次需要恩典的时刻，再次需要知道自己身份的时刻。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当下做的决定很快就会后悔，过去做的决定觉得当时怎么会这样做决定，甚至我们对未来的决定也有很多的不确定。然而在主里面，他有他的信实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尼希米记8章9节。民众听到法律规定的事以后，都感动地哭了起来。于是省长尼希米、祭司和经学专家以斯拉和解释法律的利未人告诉民众，今天是上主你们上帝的神圣日子，你们不要悲伤哭泣。什么原因我们会悲伤哭泣？什么原因我们会在主的面前，当我们听到主的话对我们说的时候，有的人是因为很被感动，有的人是觉得很羞愧，有的人是觉得很惊喜，有的人是觉得很满足。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神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恳求主的赦免。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但我们愿意相信吗？当我们愿意承认吗？当我们愿意为此来回应他吗？我相信我们是愿意，但我们需要从主来的信心。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认罪，使罪没有办法隔绝我们跟神之间。我们一起开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唯独倚靠你。那不能让我们倚靠神的，我们要求主的赦免，求主的帮助，求主的破除，求主弃绝，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在这个代降节期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要迎接你的降生的时候，主，我们也知道一个事实，是主你为我们降生，是为了要为我们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很难理解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但当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和罪恶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些旧事都能够过去。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当时可以做正确的决定。我们甚至真的很希望有人可以救我脱离这求死的身体。然而主，你就为此而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就好像这个时候，这个月的每一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借着每一个动漫的人物，接着每一个好像要发送的礼物，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是主你为我们而来，你成为那最大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为我们献上自己，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
是真实有价值的，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真实被无条件的爱接纳的，使我们真实知道你用公义来审判万民。主，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要为我们自己那应该做我们没有做的事向你认罪悔改，求主你赦免我们。我们更是为我们不该做的事，但我们却做了，求主你的赦免临到我们，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不仅是明白主你的心，更是在求主赦免的时候，主，我们要赢得你的心，我们要走路在你的心意里面，我们要就在你的心意里面浸泡我们自己。主啊，使我们不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倚靠的是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于你的主。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当我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掌权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你就对黑暗权势宣告，主啊，你掌权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让一切那不属神的都离开我们当中，那一些的控告，那过去的失败，主啊，那心中的挣扎跟挑战，那黑暗中的软弱跟试探，主，奉主耶稣的名离开我们当中。主，我们更深更多的祷告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也没有别的依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一起来为国家来恳求保护怜悯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46篇第1节，一起来。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纵使大地震动，高山崩塌，坠入大洋，纵使怒涛澎湃，群山震撼，我们也不惊惶。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纵使大地震动，高山崩塌，坠入大洋，纵使怒涛澎湃，群山震撼，我们也不惊惶，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一起为国家来恳求保护连续的祷告。我们求主赐下智慧给总统和执政团队，不管是中央或者是地方，在各样的局势，无论是面对疫情、面对边境开放、面对中共以武力以及经济威胁犯台的危机，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能够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要为了在疫情之下的外交、内政、国防、经济、防疫以及医疗的应变，也求主让县市长的交接顺利，当选者可以行公义、好怜悯、爱台湾，为人民谋福利。我们也为了台湾晶片的产业的优势不受冲击，更求上主的平安来代替人民心中的恐惧。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的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上帝。主，我们的国家也是你所掌权的。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和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我们在任何的时刻，我们都要求告你，
来向你恳求。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国家当中赐下总统和执政团队来带领我们。主要求主你帮助我们的总统以及执政团队，主拥有从主你来的智慧，主让他们面对各样的局势，无论是疫情，或者是边境开放，或者是面对中共的武力犯台。主要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的总统和执政团队都有从你来的智慧，能够面对各样的危机，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能够有是非，来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主，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的国家，在疫情之下，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无论是外交、内政，或者是国防以及经济，主各样还有防疫，还有医疗上面的困境。主，你来帮助我们，主所有这些执政的团队，让他们知道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如何来应变，如何来面对，如何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求主你来帮助他们，靠主你来得胜。主，面对我们刚刚经过的选举，主，无论结果是如何，我们相信都有主你美好的旨意在当中。主，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要向着前面来直跑。主要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来协助执政的县市长，帮助这些执政的县市长，求主你赐给他们有一个行公义、好怜悯，也愿意爱台湾，为这一群选举出他们的这些百姓来谋福利，来帮助这些人民来做好治理的工作。主，我们将我们的国家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国家能够行在主你所祝福的一个地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为国际来守望，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来宣告：上帝啊，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求你以仁慈待我们，求你使全世界知道你的旨意，万国知道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人人颂赞你，愿万民都称颂你。诗篇67篇1到3节，我们真的要求神，让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好像已经动荡的世界，就动荡已经变成是一个常态的世界，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主的旨意不改变，然后他要让人知道他的救恩，他的旨意跟他的救恩不改变。所以我们真的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这边说，愿人人颂赞你，愿万民都称颂你。我们为国际的情势来祷告，为俄乌战争的平息，然后普丁不要动用核武或者是其他大面积杀伤力的武器，也为台海跟南海、黄海的区域安全，然后也为北韩试射弹道飞弹造成的威胁，还有地球暖化的效应引发的灾难，我们同声开口来为这些来祷告。主，我们为了国际的局势来祷告。主啊，因为你坐着为王。主啊，是的，主，因为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主啊，你坐在宝座上，你掌权。主啊，求你使这个世界上面，主啊，虽然有这么多动荡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的心意不改变，就是要来救赎这个世界。主啊，你的心意不改变，就是要让人来知道你的救恩。主啊，谢谢你召聚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来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再一次成为光，成为盐。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的祷告要被收纳。
是的，主，因为这些祷告要到你天上的祭坛的面前，主啊，要如烟上升到你的祭坛上面，主啊，要再一次，主啊，被你收纳，主啊，你的心意跟圣徒的祷告要来撼动这个世界，就是有更多的人要来认识你，主啊，我们要宣告这些战争、这些变动，主啊，不影响，主啊，你来救赎这个世界。谢谢你，主，谢谢你，主，主耶稣，谢谢你。因为唯一不改变的就是你掌权在宝座上，当大水泛滥的时候，你掌权坐着为王。主啊，谢谢你，当我们知道你掌权坐着为王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主啊，我们的心就不改变，主啊，我们的信心就不动摇，我们就知道你的救恩要彰显在这块土地上面，要彰显在世界上有苦难的地方，要使人来明白主你爱他们。主啊，当人的智慧已经到了尽头，但是你看到主啊，我们就变成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人的智慧已经到了尽头。主啊，唯有你到你的救恩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才有救。主啊，我们呼求你的救恩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我们愿你来。主啊，我们愿你的救恩来。主啊，愿你的儿女兴起。主啊，愿你听你儿女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这时我们再次用神的话语来宣告，我们一起来。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见吗？上主是永恒的上帝，他创造了全世界，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高深莫测，他赐力量给疲乏的人，他赐力气给困倦的人。以赛亚书40章28至29节。是的，主，我们都应该是用信心来祷告，用耐心来等候。我们常常看不见主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主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殊不知主是在等我们需要更多的信心来祷告，让我们真的是在祷告直到看见主的作为。所以当我们在祷告中向主祈求叩门的，主就要为我们开门。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时候来为医护及防护人员来祷告，我们要为边境开放后变种病毒所带来的影响来祷告。另外，在医疗照护疲乏软弱中重新得力，在染疫升温感染风险下的防护，也为了医疗资源及人力短缺，在这个疫情过程中人民的压力跟恐惧的释放，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称颂你那至高的美名。唯独主你是神，你是创造那万有的神。主，万有万国万民都要来齐聚敬拜你，要来服侍你。主，你的大能，你的威严，你的荣耀，你的尊严彰显在列国列邦万民万物当中，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来跟主你相比，所有的受造物都没有办法抵挡主你的荣耀、你的威严、你的大能。主，在这个新冠病毒的在全球蔓延肆虐的过程当中，各国都遭受了不同的这样的威胁。愿主你坐在宝座上来掌权，让世人都能够知道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即将到来。主，你要彰显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你要将那平安归属所有属于你的民。主，我们谢谢你。现在主耶稣，我们也看到这个边境开放之后，疫情病毒不断的变化，我们担心这医疗的量能
不足，担心这疫情的变化、疫情的扩散，造成更大的影响、更大的威胁。主，我们仍然要感谢你，因为主，你赐下一群那些医护人员、医护的天使，继续坚守他们的岗位，继续保护着台湾的人民，继续保护着那些受感染的百姓。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他们的软弱，我们知道他们担心，我们知道他害怕，但是主，我们能做的就是用爱彼此守望，将这些医护人员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我们用祷告来堵住这个破口，我们用祷告来补足这些医疗不足的这些量能。主，谢谢你，祈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这些面对这些医疗过程当中，直接面对第一线的病毒威胁的时候，主，求你四围差派圣灵保守他们，保守他们的心思，保守他们的意念。软弱的主，你加添他们力量；贫乏的主，你帮助他们，赐能力给他们。主，谢谢你，主，我们要奉你的名来宣告，因为照着主你的应许，叩门的就得着，叩门的就要开门，祈求的主就要来回应。无论是医护人员或病人，当他们开口的时候，主你就要回应他们的祈求，他们的呼求。谢谢主耶稣，因为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总是在意帮助看顾还有扶持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来搭救我们。主，谢谢你，我们的出我们的入，你都要保护我们，从今时到永远。主，我们要在主面前再一次向主来祈求赦免，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看不到这个疫情有好转的时候，而在祷告中丧失了信心，更不要让我们看见这疫情稍有好转的时候，而失去对主有更大迫切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让我们更警醒，在祷告当中堵住这个破口。赐平安的主，谢谢你，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你留下了平安给我们，这个平安是没有忧愁，是不胆怯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承接领受。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现在让我们来为了生活经济及生活受到冲击的人民和商家来祷告。现在让我们来一起读，用神的话语来读这段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33章6节，请。但是我要医治这城的居民，使他们复原，我要让他们充分的受和平安全。现在让我们为了那个生活经济受冲击的人民和商家来祷告，在疫情及世界的经济诡谲的变化下，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眼光、智慧、平安、信心和勇气，来面对困境，也依靠主有能力重整一切，恢复失去的工作、财务、关系、物质和盼望。请大家同声开口祷告。在天父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在这个疫情的认真期间，主要有很多人都受到了冲击，他们的经济上面都有遇到了困境，主啊，求你来带领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在这种困境当中能够找出一条生路，让他们能够勇敢的来面对困境，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主啊。谢谢你，也是给他们勇气，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勇气突破这些困境，依靠主来从你的一切，使他们能恢复原来憧憬，不管是在工作上、财务上，在任何地方，主，你都能够与他们同在。所以谢谢我们，感谢他们这样祷告，阿们。十二的八父神，我们同心合一的宣告，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作王掌权，圣灵也在聚会中能够自由的运行。在过往从疫情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局势不断的在变化，许多的人民、商家，
他们在经济生活上面都受到了冲击，甚至都面临到困境。求主来帮助这些人民、这些商家，都能够领受从神来的眼光，赐给他们智慧，开创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勇气，来突破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依靠主的力量，重整一切，使他们能够恢复原有的荣景。不管是在工作上面，还是在财务上面，在家庭关系上，都有主的同在。主啊，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带领他们，对于未来都能够充满信心与盼望，不会畏惧任何挑战，勇敢刚强的来向前迈进，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因为当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必会开一扇窗，让他们都能有主丰盛的恩典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要继续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来祷告。上帝的话就是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我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怎样更丰盛哦。这是主的应许，说他来，他的同在是要带来丰盛，带来应许，带来他的医治。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什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些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来用信心来宣告上帝的话语说，你们应该愈无挂虑，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用感谢的心祈求。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借着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这边说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愈无挂虑。难吗？很难，因为我们把困难放大了，我们就非常的难；我们会把挂虑放大了，我们就没有那个感恩的心。所以弟兄姐妹，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学习看看哦。先用怎么样把感谢的心用感谢的心来祈求，上帝就会超越那人所能理解的，就是你想不到的、想不透的，就会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为着肢体的身心灵来祷告。我们如果知道的，现在有住院的，有陈金香姐妹，有李月英姐妹，还有谁？张丰尧弟兄在开刀，还有谁？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的，你就为他们提名来祷告。这些在复健的，这些在我们见证会提到的，如果是你的亲人，你知道的，你同组的，你就开始为他祷告。出于感谢的祷告，主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你知道的，他是在陪伴，他是在长期陪伴，他是在长期照护的这些的亲人。特别是在整个复健的过程，在整个疗程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照护的人更辛苦哦。病痛的人很辛苦，照护的人可能有时候他要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那种病痛所带来的情绪，我们恳求主来特别扶持我们没有看见的这一群可能陪伴者，这一些的辅助者，这些的亲人。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最近面对失去亲人的廖勋长老他们的全家，失去了月珠长老娘那一个忧伤，还有就是我们为的黄湖盆姐妹这丢了骂我们恳求主来安慰志强长老他们的家族。在明天晚上，在后天晚上，在这边都有安慰礼拜。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与哀哭人同哀哭。我们恳求神来安慰怜悯。如果你失去的，你才知道那种痛。
如果你没有失去，你就没有办法同理。但是我相信，过去神让我们有失去的，你被安慰了，今天你也能够成为安慰别人的人，因为你的参与，因为你的祷告，可以扶持这些失去亲人的这些忧伤的家庭。现在我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知道我们肢体有受苦的，我们有感同身受，为他来祷告，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要宣告主的医治、主的供应、主的安慰临到这些的弟兄姐妹、这一些的家庭。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这是你的应许，你是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你是做我们多人的赎价，你所牺牲流出的宝血要成为我们医治的大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生命，你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过得丰丰富富。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弟兄姐妹幸福的源头。主啊，我们恳求你伸出医治的大能供应、帮助、扶持，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是那些陪伴者，他们要忍受亲人的情绪。主啊，你知道他们不得不忍受，但是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可能他们也失去了那种耐心。求你来怜悯，求你来扶持，求你来安慰。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安慰这些失去亲人的家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祈求、感谢的时间，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即使是在困境、在患难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向你来献上感谢，因为你不会无缘无故让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因为在我们遇到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总有你的恩典在这边。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特别是在住院的、在开刀的我们为了静香姐妹，为了月英姐妹，为了丰瑶弟兄，为了还有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在做医疗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忍受这些的病痛。主，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主，你是医治的主，帮助他们，释放他们，让他们身心灵得医治，灵魂体得兴盛。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你赐下这忍耐的心在这些陪伴者的身上，让他们能够有你的慈爱，有你的怜悯的心肠在他们里面。主，我们也恳求你安慰这些失去亲人的家庭。主啊，你知道他们失去的那种哀伤，那种痛苦。主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描述，只有你知道，因为你是与他们同在的主。主啊，我们失去的，我们也感同身受。求你让我们经历过的安慰，也姐妹这一些的遗族的身上，愿你来赐福，让我们在祷告、祈求、感谢的过程当中，主啊，就将那出人意外、我们所没有办法理解的平安，就赐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要大大的感谢神，奇妙的恩典就在他们身上来彰显出神你的奇妙的作为。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继续，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神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他也给我们有一个大的诫命跟使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记住，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除了彼此关心，我们彼此相爱之外，神也给我们一个命令，要去使这世上，特别先从我们的社区，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得着神的福音。所以我们要承接这个大使命之前，神要先兼顾我们
特别从我们今年跟明年的主题，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来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从恳求神的火来更新我们。神的火怎么样来更新我们？先从祷告会祭坛的火开始，使我们的灵命更新，我们重新合一，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了新堂，我们有了这一切神为我们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之外，更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我们要去完成大使命。在宣教的事工，我们一边做工，撒旦魔鬼也一起做工，但我们没有在怕的，是吧？有多少人跟音乐牧师说，怎么会这个第3场礼拜2月20开始，但你的陈忠贤、你的忠贤哥2月17就会脑出血呢？那么是因为神攻击吗？不是。是因为撒旦攻击吗？是因为我的神没有办法抵挡撒旦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都不是。我有信心说都不是。我们的神既然给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好好祷告，起来祷告，我们哪有在怕的？即便我们站在那个重要的位置上，即便像游牧师常常说，我们就是那个重要的人物，所以这些撒旦魔鬼特别喜欢来攻击我们，那么怎么样呢？我们有神炼净我们的生命，真的我们没有在怕的，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比外面更大，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要来服侍神，我们起来服侍神的教会，我们要赢得灵魂。神是保守我们的，没有在怕的，我们是可以抬起头来的，因为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服侍的主，带领我们，我们只要负责一件事情，我们就是祷告，我们就是听从神的话语，我们愿意顺服神，顺服神就对了。神为我们穿上属灵的军装，有时候我们都忘记穿，没问题的。我们做对做错，神都保护保守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是人，好不好？我们就是要起来，特别是我们要合一的灵，为明年的事工，我们的预算的编制，还有我们的选出来的长职，我们特别需要彼此来祷告守望。理监事志工队这个礼拜我们也要年终的表扬跟聚餐，这边同工志工队很多都不是基督徒，从社区来的，我们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接受福音，他们也要预备要受洗。我们要将这些荣耀归给神，也为福音的事工求神透过他的智慧，也我们愿意的心就跟上来吧。我们就从神那祷告的火、炼净的火，让我们火热的火燃烧起来吧。我们同心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赐下那复兴祷告的火。主啊，你点燃所有你的在教会、迦南教会你的儿女们。主啊，这复兴祷告的火，主啊就要旺起来。主啊，这复兴祷告的火，主啊不只是使我们往前有力量，主啊更使我们那个悔改的力量。主啊，我就从你的儿女们，就从你的家先开始。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你用你的火，主啊来炼净教会。主啊，那不属圣洁的，主啊，那不属你的，主我们恳求你，主啊，你来烧去，主啊，使我们的生命再次被你炼洁。主啊，我们真的是成为那个一步一步走向你给我们的那个圣洁。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来献给你。主，我们要成为一个迦南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我们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主啊，特别是主，我们在顺服主你的话语，顺服主你灵的带领。主，我们恳求你，主啊，求神你的火，主啊来点燃我们，主啊点燃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久久我们的心，主啊就像现在外面的天气一样，主啊我们都冷了。主啊，我们的心冷了，我们好像没有力量。主，我们恳求你，主啊，你的火来点燃我们。主啊，就从祷告会，就从我们热爱你的话语开始。主啊，就从我们愿意能够祷告，然后我们有合一的灵。我们说愿意，主啊，你来。主啊，愿你来。主啊，你来成就一切。主啊，你要做在这世代做的新事，在你的教会。
主啊，你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主啊，迦南教会57年来，主啊，你怎么带领？在将来，在第二个57年，主你也要从祷告会开始，主啊，要从点燃祷告的火开始。主，你让我们的心热起来，我们回转归向你。主也让我们为主你的福音大发热情。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我们为主你来奔跑。主，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提醒，彼此来守望。主，你是我们这个宣教的大队的大队长，你是我们这个军队的统帅。主啊，有了你，主，我们没有别的信靠的，人不能靠，唯有你，耶和华你的名为圣。主啊，你带领我们，使我们高举主你的圣名。我们去到哪里，主，我们就成为主你的精兵。主，我们去到哪里，你的名被高举。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万王之王，你是教会的头。主啊，教会要成为这世代，在圣诞节的期间，主，你就要成为那个光。光来了，黑暗就不在；光来了，主啊，这天就不再冷，人的心不再冷。主，我们热起来，为主大发热心，因为主你是这位大能大力的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所以我们更要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为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守望者的生命来祷告。我们也要一起来看这位守望者，也是先知以西结书33章7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必朽的人啊，我现在派你做以色列国的守望者，你必须把我亲自向你说的话警告他们。如果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一定死，你不去警告他，劝他改过自新，这个人固然会因自己的罪死亡，我却要向你追讨他的罪写在。如果你警告那邪恶的人，他不肯改过，仍旧作恶，他要因自己的罪死亡，你却不必负责。在这里有2个很重要的，讲到一个守望者的身份，是一个会告诉人真理的身份。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去寻求那个必朽的要死的，我们如果不去警告，不去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福音，有这样改过自新的机会，有这样出黑暗入光明的机会，一个守望者的身份会被神来追讨。然而我们如果去警告，如果去提醒，去劝诫，他人不愿意改变，仍旧行在那个罪恶里面，神说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更是公义的神。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守望者的身份是一个在那里等候祷告，但他也是在那里警醒观看，更是在那里行动寻求从主来真实的平安，寻求从主来看见他的心意，而且就将这样的话语向城内的人来说明。一个守望者如果已经看到危险来了，却没有告诉在城里面的人，那这个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就在祷告中来经历属灵生命的复兴，败坏撒旦的诡计，以及继续的要成为守望代祷的勇士。更是求主帮助我们，不是顺服人的主权，而是顺服神的主权。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周围人生命来祷告。求主将那智慧的言语，将那从他属灵的眼光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我们可以看见他要我们看见，说他要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祷告。主啊，我们的人生命真的好像那是必朽的，主啊，在你的里面却是有永恒生命的。因为主啊，你要我们寻求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好像那必朽的人，我们的生好像是走向死亡，但是在你的里面却有一个确信，是我们要经历永生的生命。就好像我们为肢体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他们有永生的生命，我们将来要在天家再相见，我们就献上感谢，我们就献上感恩。同时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这样永生的盼望，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既然我们是永生的盼望，主啊，你要我们怎么活，我们就要这样活。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守望者的心，有一个守望者的眼光，有一个守望者的生命。好像以西结在这一段话里面所分享的，我们要成为那个能够造就安慰劝勉的人，我们也要成为那个行出公义慈爱怜悯的人。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更是让我们有这样的毅力，走在主你的里面。主啊，你的手亲自扶持我们，即便我们困倦疲乏，但主你却让我们能够重新再起，让我们重新站立，为主刚强站立。因为你用信实来扶持我们，你用你的公义来教导我们，你更是用你的慈爱怜悯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不论人多人少，人在线上还在线下，主你亲自掌权作王在我们的当中。也愿我们的生命活出那代祷者的身份，活出那守望者的身份，将你的话能够说出来，将你的心意彰显出来。主啊，也将你的命令能够行动出来。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祷告是让我们经历神丰富恩典的秘诀，祷告是让我们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的一个秘诀。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站立，一起站立来宣告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如果你用这样信心在宣告，那使无变有的神就会与你同在哦。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来经历他的慈爱丰盛。中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允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猜中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一起来宣告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
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都是恩。再一次来，在基督里都是恩。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我们宣告，我们相信，我们领受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透过信心的祷告，我们祈求久久的，我们看见过去有多少这些难处，你一一都让我们克服，一一在我们关难过的当中关过。谢谢主，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宣告，你的应许必定成就，我们当中有美好的事必定要发生。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神。弟兄姐妹请坐，愿主的同在赐给你平安。